讲到台南局这20暗头啊，有修路车撞死人的事故，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驾驶是讲这阳性发作，也因为这个驾驶的驾照是较早放领阳性患者考驾照规定进前所摕到的，去到监理站查，才知影讲伊考驾照时阵声明家己是无阳性。乐观团体是建议讲会当找出高风险驾驶要求复检，也那交通部也伫咧规划相关的草案。监视画面记录汽车高速公路过路人的一幕呢，20发生伫台南桥镇的车祸造成市场阿某一死一伤。驾驶涉嫌驾驶事后讲是，迄当时阳性发作。车祸发生的时候，他是癫痫发作，那当时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说车速多少他也不清楚。他手跟脚都会伸直，然后会身体慢慢的抖动啊，牙齿会一直咬啊。警方查出有领身心障碍手册的姓叶查甫人，2019年也有驾驶地势的记录。不过台湾2020年9月才放宽阳性患者考驾照，安怎也当处理驾照监理站回行。伊过去考驾照时无声明有阳性。报考的时候，我们鉴定单位是依照他的体检表里面的来判定啊，他的体位跟体格有没有符合规定。他如果隐秘的话，我们当然不得而知。倒挂规则修法了后，放定2年来阳性无发作的患者会当考汽车还是普通汽车驾照。后手每2年爱提供诊断证明才当换照。不过伊这个案例会当发现，若阮某病情就算有刑责，搁爱注销驾照，主管机关恐惊嘛较无好掌握。路权团体建议会当跨机关联定。只要在健保系统上面有一个，比如说集合的动作，然后去连到监理所资料库。他就会知道说，这个人在最近他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疾病，不适合做驾驶的这个动作。专家认为，台湾换照制度上过零，建议比较日本定期换照。换照时，若是确定驾驶认知能力甲身心状况，也要对修改过的法规，也是标线顶做自信更新。医师提醒，阳性就算是轻症，爱半年至1年对症一摆。视觉或者是听觉的异常，那这些症状并不容易被患者或者是家人所察觉。这个时候，我们会建议定期在神经内科的门诊做脑波，确保之后的癫痫不会发生。驾驶阳性发作造成灾祸，并不是头一件。交通部表示，已经研究修法，改接就医甲保险资料。若出现阳性等症状，会通知监理单位要求驾驶复检。目前行政院已经核定草案，后手会议定书，函送立法院审议。公司新闻采访报道。